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讲李高梅，有个人是分袂平，拍甲李高梅。咱嘛知影讲民间流传一个故事介趣味，讲永早有一个人头路做了算袂歹，即马正手边带大某倒手边学说义，大某说义相斗完，到甲李高梅围炉，大家还搁伫咧激头壳。咱知影讲吼，既然红婿要转来围炉啊，当然手路菜都要出咯。大某先出一出鸡，过年围炉。食饭都爱讲好话，永早咱讲食鸡起鸡，即马做牵手的毋是讲安尼啦，伊讲来，猪春出去，甲鸡肉鸡起来放喺红婿碗底，红婿啊，食鸡，人讲迄夫都爱配一切，吼，听到即句话尔，坐倒手边，说伊就安那目头夹落来，人伊吼，原来切一尾鱼啊，称甲安尼真芳真好食啦，共款猪春出去。鱼肉硬落去红婿碗底，讲来红婿本地咱讲食鱼好过年，人伊毋是安尼讲，食鱼有大某也着爱有细鱼，坐伫中一家之主做红婿，看到两个讲好听话讲斗句，结果即马互相拢伫咧激气，嘛是爱排解呢。将猪春出去，当年菜热起来。咱知影讲台湾人过年围炉生生的食当年菜，相信即马你桌顶原来有一出。食当年菜是久久长长哦，毋过红婿讲的又阁无共。正手边大某先硬一个，倒手边换细姨，换啊当年菜甲藏落。讲来食菜，无论啥人我拢爱。代志无遮尔简单就收煞啦，因为共桌顶还阁有大家甲大官呢。即马大官看到即个情形，原来伫咧砍骹扫。大官砍骹扫讲安怎样？讲食笋啦，食笋过去咱讲。过年食一个笋财源强滚，做大官想讲哦，阮即个后生安尼遮敖，一摆甲我带两个，我看着爱讲一句话来甲因解劝一下。食笋，无论啥人，过年时啊，大家拢总都爱吞论。搁少一个啦，搁来剩大家还未讲话，大家算一家之主呢，本来就管翁管囝呢。看较即个后生，都毋是讲家财万贯，竟然对人咧带大某学细姨，原来想讲趁过年时啊，讲一个道理咧。咱知影讲过年时食春酒，食春酒是年年春哦。毋过做大家讲的又阁无共，来食酒，即马酒杯捧起来，大家敬落去讲，食酒，劝世间人爱保守，毋通学风流，才袂讲贪淡薄啊，乖啊，行起来休。穿甲即领衫，都爱两边大家伫咧烧钱友，这是咧劝世间人，这是一个笑话的故事啦。毋过咱嘛知影讲过年时啊讲好话，真正就是爱祝福大家食鸡起鸡，祝福大家食鱼好过年啦。